2020年嘅一個下午，當時我獨自喺大角咀大同新村嘅麥當勞內飲緊咖啡，腦海中突然浮現大量影像，緊接住一個聲音對我講：注意，仔細觀看。起初我對呢啲影像感到困惑，猜測是否高靈傳遞嘅新意象。然而我內心並唔想知道呢啲信息，因為即使我睇見，亦都無力改變，而且對高靈嘅意圖並冇太多好奇。喺呢個時候，呢把聲音同我講：我並非高靈，而係造物主。聽到造物主一詞，我感到非常之驚訝，因為我從未接觸過，亦都未曾聽高靈提及造物主嘅存在，心中不免懷疑佢嘅真實性。於是，我以基督徒嘅口吻質問：奉主耶穌基督聖名，你係邊個？自稱造物主嘅靈體回應：我源於光，係宇宙萬物嘅根源，萬物皆由我所創造。儘管我心存疑慮，但我仍然選擇嘗試以主耶穌基督之名驅趕佢。試過幾次後，佢仍然以威嚴嘅聲音話：留心聆聽，仔細觀看。跟住落嚟嘅信息至關重要。當下我仍手持咖啡，喺勉強同唔情願之下開始接收呢啲信息。